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来练习今天的那个回应诗，还有今天的圣诗。那我们现在从头到尾再唱一次，好不好？好，再一次。你是为了救赎而被拣选的，在你的生命中。神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了丰盛的慈爱。创世之前，开始神那丰盛的慈爱，就是我们的相遇，结出了果子。在这个世界上，看见你宝贵的存在，这是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你是为了接受主而被拣选的人，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被拣选的人，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好，再来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领我脚步。主你领我脚步，没有你不敢走人生路。恳求主时刻与我同行，以慈爱伸手扶持主我日日跟随你脚步，黑暗中成为发光蜡烛，是会引导你
求主时刻与我同行，以慈爱伸手扶持你，主我日跟随你脚步，黑暗中成为发光蜡烛，许会引导迷途的人，这是我人生过程誓言。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思慧，谢谢。敬拜赞美，不好意思，接下来敬拜赞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这时候我们要以欢喜的心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请大家起立，起立来赞美爱我们的主。感谢主，来麻烦你。是你的爱，我们用欢喜的拍手来赞美我们的主。丰富无条件的爱，无法测度，一直都存在。这就是耶稣你的爱，陪伴我永不离开。幸福在寂寞，因为我是你最爱。多么丰富无条件的爱，无法测度，一直都存在。这就是耶稣你的爱，陪伴我永不离开。幸福在寂寞，因为我是你最爱。你的爱高过星宿，还有你的爱大过我所想象。你对我的爱永远都不会更改。你的爱胜过黑暗死亡，你的爱温暖就像太阳。你对我的爱不会一时更改。从头来。多么丰富无条件的爱，无法测度，一直都存在。这就是耶稣你的爱，陪伴我永不离开。幸福在寂寞，因为我是你最爱。来，弟兄来。多么丰富无条件的爱，无法测度，一直都存在。这就是耶稣你的爱，陪伴我永不离开。幸福在寂寞，因为我是你最爱。好嘞，各位感谢主，一起来。你的爱高过星宿，还有你的爱高过我所想象。你对我的爱永远都不会更改。你的爱胜过黑暗死亡，你的爱温暖就像太阳。你对我的爱永不会一时更改。不管是现在的事，还是那将来的事，都不能改变你对我的爱。不管是现在的事，还是那将来的事，都不能改变你的爱。你的爱高过星宿，还有你的爱大过我所想象。你对我的爱
主的爱长阔高深，主的爱丰盛无比。我们要以歌颂来赞美我们的主，用宣告的来唱这首叫我抬起头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有居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走我荆棘，必艰难得胜。耶和华是我智慧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我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照着我们的万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居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艰难得胜。耶和华是我智慧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我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照着我们的万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们思念的盾牌，耶和华华是我智慧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我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照着我们的万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请坐。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和华就是我们所信靠的唯一真神，也就是我们的大牧者。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也是我们在生命当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要信靠他，依靠他。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您的处境是如何，但是我们要凭信心来依靠我们的主，将我们自己的劳苦重担都交托给我们主，相信主会带领我们走过高山低谷，带领我们过每一天，相信神的爱永不改变，相信上帝是慈爱的，因为他的慈爱到永远，他的信实到万代，所以我们要全心来依靠他，赞美他。主的爱永不变。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有尊
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选我的庄，经常爱你上殿，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天选我的庄，经常爱你上殿，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请我们同心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感谢爱我们的主，感谢主你丰盛的恩典慈爱，感谢主你的怜悯，拯救我们世上所有的人。深知道主你爱世上所有的人，深知道你的爱永不改变。主，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了美好的事，感谢主。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环境多坏，无论这个世界多么大的变迁，主深知道你在当中的掌权。主，感谢主你爱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因为疫情趋缓，让我们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因为疫情趋缓，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主，感谢你恩典救赎，感谢主你的怜悯和慈爱。主，也盼望我们继续在基督里头能够有合一的心，以及彼此相爱，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又长进又喜乐。主，盼望我们在主圣灵的浇灌，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与基督连结，让我们可以尽心的服侍主，尽心的爱主，就像主你爱我们一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歌颂赞美你，哈利路亚！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万国啊，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称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再一次将我们的未来交给你，求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远离所有的犯罪，赐我们力量来抵挡种种的诱惑。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今日的早晨再一次的听见你的话语，听见你的声音，并能按照你的话语而行。主啊，请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说造就、激励、互相鼓励人的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再次调整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主啊，愿你今天再一次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圣经。今天的圣经节记载在以弗所书第4章11到16节。第4章11到16节。11节，他所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那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严守基督，全身都靠着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时候我们邀请我们的国成牧师来为我们讲道。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让我们在爱中成长，让我们在爱中成长。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实在在这个很棒的气氛里面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跟旁边的人问安一下平安。天气真的很冷愿神帮助大家让大家的心是火热的今天的主题是让我们在爱中成长。这个爱是有温度的那你们觉得这个温度是几度呢？今天的敬拜有沸腾了吗？阿们。那我们的心被圣灵得着持续的加力，那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让我们的生活慢慢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的状态那我们也被圣灵来加持叫信徒要加力让圣灵来加持那我们跟旁边的人问候说你有被圣灵加持？你有被圣灵加持？圣灵帮助我们教会是在圣灵的建造里面被建立起来，所以当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就是教会被建造的时刻，所以教会的生日叫做圣灵降临节不是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们讲圣灵，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愿神帮助大家，让我们大家领到这个政府给的这个5倍券，能够记得去帮助受疫情影响的这些店家去帮助他们那特别是一些小农、小资本、小店家这些小商铺，能够帮助他们，让这台湾的经济能够恢复到比较好的状态特别我们看其实有些店家已经重新装潢了已经换老板、换人经营了
所以在这一波疫情当下，很多人受经济的影响。那求神帮助我们也慢慢的恢复我们的生活，包括教会也都在恢复礼拜当中。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那因为当下是很多的非基督徒就是非犹太人，他们已经加入了教会，成为基督徒。所以保罗在考虑要帮助他们，因为神先拣选犹太子民成为他所要拯救的。那这些来自异教的世界的这些人成为基督徒之后，怎么帮助他们，让他们了解上帝的救恩的目的到底是在哪里？所以保罗在监狱里面，他有一个负担，就是帮助这些，特别是在小亚细亚这些教会，特别在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境内，就是这个以弗所教会不一定就只有一间，可能它是有好几间。那让他们明白神对教会的计划跟目的，也让他们知道，你们虽然不是犹太人，那你们已经进来到教会里面。那教会就是祝福的源头，那教会的起源，包括教会的性质，以及要怎么让教会成为见证。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一封信里面，他提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就是说，上帝他已经将他的恩典充满在这个教会里面。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从上帝延伸出去的东西，延伸出去的，给人的，白白的，从神里面他给人的，这就是所谓的恩典，所谓的恩典。那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说你被上帝给说服了，上帝有办法说服你，你相信了神所给予的，神的能力以及神在你当中所做的。所以使徒保罗他写这一封信，要勉励这些信徒。那教会是一个充满上帝的丰盛，甚至充满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生命，跟上帝的全能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是上帝在他荣耀里面的计划，所以他的地位是非比小可的，非同小可的。所以他是在上帝计划里面，他教会有一定的地位，而且教会是要在地上来做基督见证的一个道路，也就是一个祝福的管道。所以上帝似乎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是祝福的管道。如今教会会变成一个祝福的管道。虽然这些外邦人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进来了教会，他们也一样可以领受神给亚伯拉罕身上的祝福，在他们的身上可以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成为一个祝福的道路。所以在地上，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会成为一个祝福。但在荣耀里面，就会让基督的身体继续的延伸，就是让教会，就是让基督的身体一直不断的在延伸。所以基督虽然复活了，而基督他升天了，基督不在世上了，可是呢，这个教会就可以见证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所充满的，那个万有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这个见证要透过我们在福音里面来见证，这就相当的重要。所以基督要见证这个在基督身上的见证，要透过信徒来传扬。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圣诞节的节目。我们为什么要准备圣诞节的节目？我们为什么要去报佳音？12月25号的晚上，我们要在这个角落，福音在这个角落。教会，泸州教会存在几年了？泸州教会已经要进入150年了。
所以在这个泸州地区里，我们教会也是非同小啊，不是一个小角色哈。我们有快要150年的历史，所以教会是一个丰盛可以满足人的地方哦。丰盛可以满足人，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说，如今有信、有望、有爱，那最大的就是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保罗提醒我们，这个爱很重要，最重要的信望爱里面，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也要领受，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要成长茁壮，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爱来成长。所以今天的金句啊，以弗所书4章15节就很清楚跟我们讲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说，谁是教会的头？耶稣啊，不是牧师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根本。所以教会的最根本是在于基督。所以换一句话来说啊，信徒要在这个爱里面彼此来成长。这个层面是有很多种的层面的很多种的层面。譬如说生活里面的成长我们有身体里面的成长，生活的成长。我们的生活成长是在我们参加聚会里面，那特别有弟兄姐妹要参加团契，而且要稳定出席，在彼此间互相的鼓励。希伯来书10章25节就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那些停止惯的人要彼此勉励。特别我们已经恢复实体礼拜，就是要鼓励那些还没有出现是不是有人还没有出现，还没有露脸的，已经6个月了所以在这个6个月里面，虽然我们用线上的聚会，但是慢慢已经恢复到实体的礼拜，所以我们就要鼓励那一些还没有露脸的人可以恢复到实体的礼拜不能够习惯没有来教会。那第二个就是经历生命的改变经历生命的改变经历生命的改变。也就是说，要有一粒麦子的这种精神，也就是改变你的老我。第二，我们有经历生命的改变。为什么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它仍然是一粒？但是这个麦子如果死了，在地里面死了，它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必须将老我跟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那才会有更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经历生命的改变，这个也是一种的成长。那第三，我们必须要灵命的成长，那灵命的成长很重要。保罗说，我们不能在灵命上面像吃奶的小孩一样。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还在喝牛奶吗？当然，我们还在喝牛奶，早餐我们是需要喝牛奶，是没有错。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在喝母奶了，我们已经断奶了，我们已经脱离那个小 baby 小 baby 那种只能够吃奶，他没有办法吃固体的食物。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跳脱属肉体的血气，我们要脱离那个旧的我所以灵命的成长很重要，灵命的成长就是要接近耶稣的品格，接近耶稣的品格。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跟耶稣一样是一个完美完全的人，但是我们必须从耶稣的话语来学习。耶稣用话语教训来教导门徒，教导学生，但是他更用他的生命来教导门徒。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爱仇敌，如何去服侍，譬如说去找寻迷失的羊，在这些受苦中打转的人，怎么去帮助他，怎么去服侍这些在社会被边缘的人。所以里面的成长很重要，信徒的成长也就是教会的成长，教会的成长也就是教士的成长，教士的成长也是基督身体的成长，不是吗？所以我们一个人出生以后，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我们不是6个月以前的孩子，也不是3岁以前的孩子，也不是读幼稚园的孩子，哦，那些孩子都还在喝奶吃奶，我们都已经长大。我们的信仰要随着我们的年龄长大，随着我们的信仰的年龄长大而长大。在圣经里面常常会提到信徒，然后又提到使徒，然后还有提到圣徒。为什么这个3种差别？你觉得你是哪一种徒？基督徒，是基督徒。信徒大家都是信徒，没有错。那使徒呢，又比较有负担、有使命的。其实你如果当选到团契的会长、干部，你就是使徒的身份，你就是具有使徒的身份，因为你是在服侍的。我有机会去韩国的祷告山那个祷告山就是祷告洞，一个洞一个洞这样子，一间房间就是一个祷告的地方，让你可以安静去祷告。那祷告院的旁边就很多的坟墓，那坟墓上面都写圣徒，某某圣徒的墓。我发现说他们原来他们建主面的都叫做圣徒，所以当我们去回天家的时候，我们也是圣徒，我们也是圣徒所以有信徒、有使徒、有圣徒，没关系，这些都是基督徒。在这个信仰的里面，今天的题目用3点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要尽职成全教会的事工。教会有不同职分的人，有不同服事的人。像今天的经文跟我们说，所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那就是这些的职分，为着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各尽其职，要让我们成全圣徒，要让我们在信仰的里面，不是只有一般好像信徒一样，而是要成全，成为那个圣徒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圣徒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设立教会的时候，已经有不同职分的人，有这些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是透过服事来彼此成长，来建立自己。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内心的成长，也有属灵的成长。所以我们一起要在这个爱的里面，彼此的成长。在教会里面尽心服事每一位信徒。为什么要尽心服事每一位信徒？就是透过我们属灵的成长，让我们的生命共同体能够更完整。因为或许你当中的弟兄姐妹，你有当招待发周报，也有当防疫，甚至你可能在其他的服事上面当会长，当团契的干部。其实我们要想一想，教会不是我们一进来教会为什么有周报？周报不是自己就印出来，也是要有人来做这些事情。那也有很多的一些服事，所以在服事上面有这些长老、牧师、执事，这个都是具有使徒的身份的。那你是团契的会长，甚至你是干部，你就具有使徒的身份，就必须要服事。那第二，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不要中了撒旦的计，一定要有合一，一定要合一。所以保罗跟我们说，只是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要同归于一，就是我们要有合一，然后认识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所以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虽然当下初代教会有很多的异端，即便到现在的教会，还是有很多的异端。异端一直不断的在拉这些正统教会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也要很当
小心，在真理上面一定要合一，在真理的信仰里面我们一定要持守圣经所给我们教导的。所以我们来看教会的大小，不是看它的人数，而是看它信仰的程度。如果一间教会都是属灵的孩子，像小孩一样的孩子，那这间教会是强还是弱？当然还是弱。所以属灵层面也看出这间教会的强跟弱，而不是看人数的大，人数的多或少。保罗也曾经勉励哥林多的教会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讲话像孩子，思想像孩子，意念也像孩子。既长大成人了，就把这些事情给丢弃了。”我想在座有些女性都超过20岁，都是成人了。你会觉得说我小孩子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怎么做了那么疯狂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年纪越长大，思想一样也是会越来越成熟。当然，信仰里面不是用你的年纪分，说你就是信仰的大人，或是信仰的小孩。我们不是用年纪来分，而是你内心的成熟度来分。为什么保罗那么称赞提摩太？因为他觉得提摩太更够成熟，他觉得提摩太可以用，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觉得提摩太的属灵里面的生命是够坚强，所以他才使用提摩太。一样的道理，所以属灵的成熟度不是用你的年纪去看你的大小，而是要看你内在有没有像耶稣所说的跟所做的。我们要特别小心，在这个世代有很多的这些异端等等的。所以保罗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也曾经彼得前书也跟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是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吞吃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些异端就像魔鬼去寻找可吞吃的，但是不只是异端，甚至可能是有时候是撒旦的诡计，撒旦的伎俩。我们要知道，撒旦来是要拆毁教会，所以凡是教会被拆毁，就是中了撒旦的伎俩。信徒被分离了，会友迷失了，一样。所以不是异端才叫做撒旦或是魔鬼，甚至这些撒旦会用人，会利用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必须要谨慎。马丁路德是一个宗教改革，在16世纪的时候，他贴出了反对教宗，反对当时候教会的95条的论纲。他一贴出之后，他就开始挑战了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当时的教皇就把马丁路德定罪，他是全国的公敌。他开除了马丁路德信徒会有修士的资格，他把他逐出教会。当下他在法庭里面辩论的时候，一走出法庭，有一个选侯腓特烈3世就把马丁路德把他带走，把他保护起来，因为他是全民的公敌。他成为全民的公敌，他的性命有可能不保。他在瓦特堡的房间里面，他就开始思考、写作、静思，甚至开始翻译圣经。因为当时候的圣经是用拉丁文写的，他必须要让他的这些懂德文的百姓能够懂德文的圣经，所以他开始在翻译圣经。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魔鬼常常来嘲笑他，你做这些事情没有用，你现在是一个犯人，到处逃跑。魔鬼撒旦甚至控告马丁路德，搅扰他的心，让他没有办法安心来做这些在改革上面的事情。他觉得撒旦挑战他说：“你不配做神的工，你做这些事情都没有用。”可是马丁路德还是坚持。有一次，马丁路德在桌前翻译圣经的时候，
魔鬼又来搅乱他的心思，他就拿起桌上的墨水往这个墙壁上一丢，一丢，结果就留下了那个墨水的痕迹，直到那个墨水现在还在。他常常马丁路德回忆录常常这样写，他被魔鬼搅扰。他的著作里面常常说他被这个邪灵搅扰。耶稣不也排斥斥责撒旦离开他嘛？其实现在我们有时候会被这些所搅扰，我们要记得不被撒旦给利用。愿大家能够建立站稳脚步，在真理上面能够分辨，真理是让我们合一，是让我们有合一的教会，教会才会成长。愿我们能够在这个合一的里面，让我们教会更健壮。就像人的身体，如果你被病毒攻击，你的身体是好的吗？当然会生病。就像现在，如果你被武汉病毒，被这个 COVID-19 的病毒侵入了，你的身体是会好吗？当然是会变不好。所以人是一样，要有健康的身体，教会一样要有健康的这个肢体。第三，我们在教会里面是爱的学校，教会是一个爱的学校，是一个学习爱的地方。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要学我，像我学习基督一样。你当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也是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爱里面彼此的学习，彼此的学习。保罗说这句话不是他很骄傲，而是像他一样来学习基督。爱是火热有生命的，爱是让能够融入生命里面，而联手与基督，联手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教会是学习爱的地方，也可以说是爱是教导，教会是教导爱的地方。所以上帝设立教会不是要我们过一个人的生活，而是要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来感受这个爱。所以我们信徒透过观察跟学习来得到成长，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要用爱心做出发点，要让爱能够大家彼此能够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腓立比书2章4节跟我们讲说，我们不仅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扫罗在保罗还没有被圣灵更新之前，他叫做扫罗。扫罗专门在破坏这些耶稣的信徒，也就是这些基督徒。一次在路上，耶稣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何逼迫我？”扫罗说：“你是谁啊？”这个声音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被你逼迫的耶稣。”扫罗什么时候去逼迫耶稣啊？扫罗什么时候去逼迫耶稣？扫罗是去抓那些基督徒，那些信耶稣的人。可是耶稣竟然为了这些信徒出面来跟扫罗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你为什么要逼迫我？”所以耶稣把逼迫的人的事情当作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一样，我们也要当顾其他人，彼此的关心。所以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联手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以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的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当我们在爱中里面，我们其实也在建立我们自己。所以期待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从讲话开始，从问候开始，从关心人开始，来彼此如何彼此的互相的疼惜，互相的用爱来对待彼此。愿各位弟兄姐妹在整体的教会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成为一个属灵的大人。
有一间餐厅，你进去的时候，你用餐，你说，服务生，来帮我服务一下。结果你叫了好几次，那个服务生都不来。你在用餐，你用到一半，你会有什么感受？下次再也不要来了。你出门说，我下次再也不要来这家餐厅，服务这么差，服务这么差。一样的，一家餐厅，你进去，waiter 马上就来说，带你到位置上面，热心的招呼你，你招呼一下，他就来帮你加汤、加菜、加饭，然后问候你有什么需要，你吃完饭之后，你心里还会决定，你下次还要不要再来？你会觉得说，我下次还要再来，这个服务多好啊！当然可能你付费的时候交10%的服务费。上帝建立教会的目的是要医治这个人，在被毁坏的世界，是要引导众人来认识神、认识主。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是要经历神，所以我们彼此的建造必须要用爱来建造。所以耶稣为了拯救人类，他背起了十字架，为要让世人被得着。所以教会要渐渐的增长，必须要在这个爱的里面，因为每个肢体都能够增长，也就是每个团契都能够增长，让这个教会也在增长。在这个爱的和谐跟协调里面，我们也把自己给建立起来。愿上帝赐福大家。今天2个题目给大家思考，给大家思考，我们怎么去付出爱教会的心？然后第二个，我们怎么使教会在基督的爱里面能够成长？愿神赐福我们泸州教会，让我们在爱里面成长。一起来祷告。主赐福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来成长，让我们的教会是连结与基督，让我们的肢体是用基督来做我们的头，做我们的元首。愿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团契、每一个教会的个体信徒都能够在这个爱里面被建造起来。愿神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在基督的爱里面被建造、被建立。愿神改变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是不断的在增长，不断的在进步，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也能够在爱里面被建造，能够彼此的激励，能够彼此的鼓励。主，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这时候我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为了接受主爱被拣
起来奉献。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以弗所书第4章第15节，我们用华语来念2次，请。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言语严守基督。再次，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言语严守基督。以弗所书4章15节。好，这个时候我们打开我们的周报。信德奖学金的申请哈，在学的学生，如果你有达到我们教会的成绩的分数，还有出席率达2/3以上的，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就是下个礼拜的主日截止哈，所以你们要在学的同学要特别的来留意一下。好，再来就是11月7号。就是下个月我们的11月7号有圣礼典，所以我们是联合礼拜。好，我们华语堂的弟兄姐妹要注意一下哦，11月的第1个礼拜是联合礼拜。好，还有11月7号那一天也是儿童主日的学习事工主日哈。好，再来就是11月14号呢，恢复2堂的礼拜。11月21号就是第3周，我们是感恩节的感恩节礼拜，所以也是合堂，好，9点就开始了。11月28号是2堂的礼拜，所以华语堂的弟兄姐妹要特别留意，下个月的时候，会有几次是合堂的。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各团契啊，要召开同工会议，规划明年的事工，还要准备去年的事工报告。好，我们的资料收集是要在12月26号以前要交件。好，礼拜3晚上我们教会有查经祷告会，欢迎时间上可以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守望教会，彼此代祷，查考圣经。好，再来就是礼拜4的早上10点有热灵读经班。好，如果你有年长的家长，他是慕道友的，也欢迎介绍他们来。每个礼拜4的早上10点，好，我们一起来认识神的话语。好，再来有团契的消息哈。
特别是青少年团契下午有一个联谊会，好，地点在三民高中捷运站1号出口。好，还有你的父母亲如果有报名参加松联团契跟同心团契的理由，也记得，有报名的都是在当天的早上6点50分，在泸州三民路的区公所集合，7点准时出发。以上。接下来我们来唱祝福的诗歌，结束的时候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一起来领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